南部这几天这空气品质拢无讲介好，天顶拢蒙蒙，主要是受到这境外污染物的影响。南部气象中心监测表示，前2天呢，这大雾上严重，加基到屏东呢，能见度是无到200公尺。今日南部的空气品质尤其是出现柑仔色，也就是提测等级。不过，这大雾的情形会豆豆降落来。 路上规个是铺设的，远远看，敢来当了看到建筑物的形影。经过车辆拢开大灯，放慢速度。15半暝啊，气象署发布大雾特报，但到17点半也是大雾甲真严重。可能空气品质比较不好，所以我戴口罩。天气很雾，然后不知道是空气品质不好，还是说是雾气很重。对环境部上新的监测资料显示，南部空气品质拢伫咧柑仔色提测等级。环保局讲，中国山东到上海一带出现烟雾现象，冷气团落南带来污染物，因为台湾南部伫下风季，风势较弱，地区污染物嘛较会累积。咱地面的辐射冷效应垂直扩散比其他的县市较歹，所以一寡污染物的累积的情形安尼发生这就是造成咱昨甲今仔日。这款现象多数出现伫寒天转热的时阵，南部气象中心监测15、16大雾上严重，主要因为东北风较弱，昨天光家己到屏东地区大雾能见度无到200公尺。气象局表示，只要水汽增加，温度下降，就较会形成大雾。这些出海的高压，它带来的偏东风到我们的西北侧的海域之后，它会跟比较低的海的下地面会遇冷，会凝结，达到饱和。这些东风到台湾海峡之后，它会顺着台湾海峡往南移，微弱的偏北风。那这些偏北风就会把海面上的这些低云或者雾带到陆地上来。南部气象中心按算，17开始东北风的增加，大雾的浓度得豆豆减弱落来。环保局嘛讲，即阵工业区周边有加强稽查、洗街路来降低污染物，飞，影响空气品质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